有听声无看影吼。佫无看影。对啊，我要安怎？我要甲你设做主持人，佫看袂到，毋知要安怎？既然我先出去才入来，出去看卖。我当真正是主持人。啊？敢若无呢？无啦，我还袂甲你设。哦，我想讲，但是看到我吼。手机讲要无电，紧插。无看到你，但是我会当出去，我出去个礼拜都应该看会到。哦好。啊，但是我出去会安怎发生啥物代志？因为我主持人咧。我试看卖啊，我试看你，我毋知出去会关起来袂？我惊会关起来你。啊，无莫关啦，袂要紧啦。好啦，我就是安尼啦吼。好啊。好啦，继续吼。直接读吼，因为我本来无看的人，我想讲家己要来读啊，无爱等啊。好来。直播爱送哦。直播送出去啊，看呢。当无我都真看无啊。哦有啦，送出去啊啦。好。来，顶回读到昨读到新婚，就听到一种声啦吼。声甲讲是娇语吼。好，来继续看，伊讲，即嘛，即个问题就是啥问的吼？讲要安怎出去吼？新婚的原仔无出声，伊知影迄个形体听有噼啪吼。新婚听见迄个形体，跑去头前较远的所在，过了真久，伊才得到回应。回应啊吼，回应。无人甲你关紧伫遮，是你的话甲咱醒来。鸟语断绝，咱也会散去。这是听到啥吼？新婚想要阁问互详细。才雄雄知觉到迄个形体，咧讲伊的气质，原来是咧讲伊的气质。我忽然间想到，昨你有去做迄个什么拍南下哟？我煞袂记是啥物南下，拍南下我记是。南第五条下 HANN 第五条。半南下，半南下是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吼。讲半南下，半南下吼。但是这含昨伊伫咧小说里用的用法可能无对当啦吼。伊讲的若敢若是真正是迄种 cross， 就是 across， 就是跨越两边安尼吼。好，半途而废，半南下，讲半南下，半南下。好，来继续看吼。迄个形体的意思是爱伊伫自，还是无拄试着。迄个形体的意思是爱伊伫自由甲气质中间经一项。迄要倒有可能吼。要太有可能，伊拢讲太啦吼。我较早学拢是太有可能吼。找一下太。THH。
今仔日听袂着迄个一直咧喊迄个虫声，今仔落雨。虫啊，再叫一声。你听袂着啊？今仔甲听着虫声尔。他就是太吼，即个大理大书店即个太，伊是原字是写太吼，其他腔口写他吼，讲太有太安怎吼，减会安怎，减会安怎吼。其实阮的腔，我自细汉听了上接听了，我上接听了是其实是减有减会减毋来，减会安怎吼。写做勇敢迄个敢吼，这是你若讲的，那敢若文言文的迄种感情、感恩吼，就是迄种感会、感会吼，感有、感有吼，感会来吼。但是呢，后来我应该是伫咧长老教会。毋是你讲伫大举教会哦，则定来听到太吼，太有太安怎？因为巴克咧版圣经用太吼，啊，即个他伫即个其他腔口他我今仔日才学着吼，是今仔昨就看着吼。好，讲大家对，讲迄要透可能吼。啥物讲要叫伊踮咧即两项中间来经一项讲有可能，迄要透有可能。身份感觉家己还伫迄个乌坑内底，毋过伊也知影家己游园倒伫面床顶吼。嘿啦，拍算是伊即几日试测用了过度照即款的，啥物意思？如素望吼，如素望，伊是写汉字飘音啦吼，如素望，用了过度照即款的如素望，伊着赶紧精神吼，为淡水市走出去吼。再来看下如素望，如第5条素。第3条望 MANG 第7条，如是望，大理大书店收吼，全腔如是望，将腔24望吼，啊，阮的腔口东华腔啦吼。日数望吼，日苍苍，阮讲日苍苍，阮袂讲日吼，阮讲日苍苍，日数望吼。啥物叫日数望呢？种种的望吼，妄想。例句是困你做这啥物意思？困你做你困，莫得如数望吼。较早困较后面啦，莫踮遐做踮遐咧。白日梦的对啦，如素望吼。好，所以伊咧想讲，家己安尼试测用伤过多才有即个如素望吼，如素望吼。咱毋是面望，你会试测也知影。迄个形体有几若类，毋是目睭的物件吼。上存身份咧家己钱，无张无弛，鬢边搁咧猫叮当啊，应该是猫吧？伊写迄汉字我摇的啦吼。饶虫的饶，我看卖啊是安怎读。
即个若要照甘字典是读做桥、摇、摇、摇吼。但是呢，是讲鬢边搁咧，毋是桥嘛，毋是摇，毋是摇，毋是摇嘛吼。鬢边搁咧叮当啊，桥、摇、猫，应该是猫吧，猫叮当啦。无这逐音拢袂准啊。桥叮当，摇叮当，摇叮当，摇叮当。毋知，袂输有人要甲家己的头壳碗撬开吼。辽主哦，这佫是一段毋知敢若读的话吼，汉字黑白写啦吼。我着照黑白读啦吼。辽主过世下影，等你热热。威廉的身份吼，气要大声，喊话，一个出喙，就变做无人听有吼。嘈杂念的声吼，诚做无人听有嘈杂念的声。好，所以即马故事搁另外一段吼，即马是镜头搁切对别位去啊吼。电影的 end credits 加去到前尾，应该是你看电影嘛，讲电影即个 end credits 加去到前尾，就是电影上尾溜有一寡字幕嘛，还是 end credits 哦，感谢一寡或者是。甲即个工作人员啥物吼，杨灵书徛起身，甲办公间的电火切互倒，投影机撳起来，伊甲摇烧烧的 DVD 收入去塑胶，即个要读塑胶壳啊吼，但是写一字我看无诶吼。下入去办公桌边，下入去办公桌边啊，迄只浆啊册图吼，册图内面一排一排全是伊买的录影盘。除去电影，杨灵书就无别项的兴趣啊。杨灵书知影有寡同事会搬墙去看线顶电影，毋过。开钱煞无法度，甲物件当做家己的即款想法，互伊真倒弹。搁再讲，因淡水市的网络要连去外口，也无遐利便。歹势哦。西照日为册图边的即个卡点下骹伸入来哦，即西照日。杨灵书甲随身仔找出来影一下，下晡6:15分，拄好会赴。行去办公间的镜前检查，腰带甲称道吼，呼机挂形前，一支乌色小枪甲6响仔，拢插伫称道内底，真舒适。副大队长。我真好闲，你是安怎拖到今仔日才派人去迄个大学区？打头一个看，吴梅林毋知当时入来伊的办公室，徛伫即个骹只后。杨灵书毋捌甲即条计划报互别的大队，还是顶起知影。毋过吴梅林安尼讲，伊是无感觉意外吼。即个吴梅林微博生知啦吼，会读人的心啦吼。王选
你交代任务我毋敢轻慢，总是总理伊也吩咐讲爱先处理边关控制问题。杨灵书若伸手去敲家己的暗领，我家己做主意，想讲今仔日会当做一困，甲代志发落。先生，你敢是要甲我指示，讲要安怎掠着陈新芬？毋通甲伊刣死。吴美玲手比杨灵书穿拢里迄支乌色的小枪，反说暗色的试验，阁爱用着迄个查某。歹势，迄个焦女士敢毋是王先生的试验对象？影者敢看无伊的未来？杨灵书表面上拢无。我阁袂晓读啊，但毋是介困难的字吼，战斗的战吼，闷热的闷吼，战闷，这两字是要安怎读啊？第七门，我想用这个找台语找一下这两个汉字。无吼，无这条。对应华语嘛无啦吼，所以我来甘你店查者吼啊，其实是真正是查心酸的啦，因为无一定是要读这奸简死吼，这是战这里的这个战斗的战吼，台语发音奸简死吼，头壳弹起叫做奸吼。头壳弹起，揢着吼，骹手掣叫做尖，或者是剑吼，共意思无共音啦吼，两个音拢会使。前文，杨灵书表面上拢无前文，直接安尼读吼，但是好，杨灵书表面上拢无前文，心内却起摇疑。头一摆听到王美玲讲出凡事拍算吼，即款话，伊讲啥？伊讲歹势吼，迄个焦女士敢毋是王先生的实验对象？影者敢看无伊的未来？毋是毋是？哦，伊讲凡事暗色的试验吼，凡事即个暗色的试验，阁爱用着迄个查某。所以头一摆听到王美玲讲出凡事拍算即款话吼。当时啊，阁有关系焦女的代志，伊无清楚。我是希望副大队长你家己，这是王美玲讲吼。我是希望副大队长你家己爱较谨慎咧吼。王美玲无回答杨灵书的疑问吼，干那讲伊明仔载下晡会去函总理报告特别大队的工课进度吼。毋免逐项拢挖靠赢者，赢者就是即个王美玲伊会看到的即个相啦吼，伊会看到赢者吼。杨灵书听到想要起爱笑吼，王美玲就是靠即步做到总理顾问，敢毋是吼？做到总理顾问吼，敢毋是？伊讲第五大队的人还咧楼骹烧等，王美玲过时了后随活出去。伊甲随身仔阁抄出来，画面内底有一张淡水市的地图，几若粒青色的飘点，伫地图顶面咧闪动，渐渐对两个地点包过去。
毋免啥物影者。现主时伊是甲迄阵联邦党的未来看甲明毋明明。好，来，镜头搁刷位啊吼，搁切对。身份你有要紧无？无看见伊的面，毋过身份听会出来，伊真烦恼。这是今仔日下晡第5届运营安尼甲问啊。普通时身份会嫌运营伤过够操烦，也毋过伊知影运营即回是担心了有理，焦心啦吼，是写一个烧焦迄个焦吼。担心，我是念担心啦，我毋知是要到底要读啥。焦心、担心，好，好啦，我查者吼。歹势哦，我咧拍一寡糖。焦心，第五，焦心吼，读做焦心，大理大字等于焦心嘛吼，焦心或者是文言读做绞心。或者是漳州腔躁心哦，就是担心烦恼哦，焦心八百哦，例句焦心八百哦，OK 吼。也毋过伊知影混营即回是焦心了有理，但身份为地下通路的涂骹爬起身，伊凊彩踏一领得黄的乌。染吧，就出门，就出门啊。OK， 哇，足久毋捌听到即个词。但是阮兜拢讲蓝音去啊，拢讲染吧，无迄个 J 的音去啊吼。好，来我查一下吼，无怪我较早，我即马想查一个即个。染吧 J 开头哦 ，J 开头这里 JIAN 减吧 BH， JIN 第三条吧 BH， 嘛无，我较早就查过，但是我是用染吧哦，因为阮兜讲即个染吧，这可能是日语来的啦。我查看出台语敢有收。出台语有收吼，染吧。全民台语认证语词分级宝典，这是啥物件？出台语情报词典。迄可能是甲咱讲迄个认证啊，有啥物事啊，嘿啊，伊有跳收去找台语内底。哦，OK， 就是认证考试的时阵考了一条就对了。其实是新台用办认证，啊，伊嘛会出册，就讲啊，你若想要参考讲认证的方向，嘿啊。就下笔，就是找台语，就有甲伊讲，毋过伊就变做伊耶稣尔啦，伊就是一个适应，是，伊就甲迄本册有授权啊，所以伊内底经理可能就新台认证遐个人。你讲什么认证啊？台语认证新台办的啊。新台是啥物意思？是教育部办的。新台是啥物件？成功大学有成功大学，成大 OK， 了解，好，染吧，吼，
但是无过说啦吼，所以我嘛毋知这是毋是对日语来，你有应该是来验吧。日语阁是对应对一字，我嘛毋知吼。一直讲验吧，验嘛就夹克啦吼，外套夹克啦，我拢讲验吧吼。有，我介时最近有去学，毋过无家记起来练吧，嘿，可能夹克还是衫裤练吧，我找看觅。我知影是，就是夹克衫裤在外套无毋对啊。我即嘛是咧讲即个日语对啦，我毋知啦。好，伊凊彩摕一领得黄的乌染袜就出门啊，规只手拢去抹着涂粉。头拄仔伊骹去互一个毋知是暗空挂，还是出风口的铁挂吼，揢着跋倒吼。普通时袂安尼，随时即条行往捷运站的路吼，规蛇暗蒙蒙，随时身份下晡精神到呾摇圆头晕闹顿顿。普通时若有刺擦就袂安尼。我无代志啦，身份吼，电笑甲伊印，发现迄个铁挂下底空间的印声，达毋着所在。即句话谁讲的？敢是印声讲的？好，有影伊跋倒进前吼，鬢边有小可按一下，毋过迄个警告吼，伤晚出现啊。王俊吼是王俊，身份拢想讲刺擦是伫家己的头壳内底，倒边耳仔搁起一撮仔的所在。即时，迄个位置吼，敢若剩一个无底深坑，刺擦的声伫坑底，伊强要听无。身份想要甲代志对分灵讲互明，昨昏伊就咧想安怎讲，伊有试要开喙，总是遐个话到尾拢夹伫脑后梗吼袂出来。分灵是信用刺擦才倒伊出来，着行到遮，伊要哪有法度甲代志对分灵表白？昨恁咧外口，毋是行甲若？昨恁伫外口，毋是走甲若啥物咧？他会困一暝精神，怎行路行甲安尼？两撇喙手倒伫因帽后，吼，举手电咧照路，手电啊，吼，阮嘛是拢讲手电吼。手电就是手电筒，搁要念落去吼，煞照着苦分灵一个面歹死死咧甲伊青吼。好啦，较久啊，我请因安排一节仔，互恁有位通倒的车厢好无？念伊到位啦，来念伊到位啊！光头行伫因头前30公尺的所在，中间除去身份甲分灵，阁有6个联邦党人吼，联邦党的人吼，赶几若卡炮箱，要做伙吼，坐车出淡水市。本队党会讲，迄个查某囡仔英啊，也会来做保镖，毋过要出发进前，煞找无伊的人。规蛇路两撇喙手拢咧甲因解说一个科乐会社的代志。科乐会社昨有讲着吼，讲圆科啊，联络的络吼，科乐会社的代志。讲过开了后，捷运甲铁路吼，拢无搁咧运作。车头的出入口，互警察查起来。淡水市几若位含车头连做伙的地下通路，也安尼来拍远去。住伫即个内底，主要拢是南洋人。科乐会社的成员拢是过开进前为南洋来住淡水市，
伫五股新庄迄角市的产业园区咧食头路。过开的时袂赴走的人留落来，伫遮的地下通路徛起做走水的生意，毋知安怎科洛会社讲因过来无要搁含联邦党做生意啊。照契约，就替联邦党运输物件到即个月的17号煞。新婚因伫行到路尾，看见有倒一节电梯，落去拍算就是王俊，这是要哪读啊？我查一下汉字的，伊写王正王就是往哪个方向迄个王王俊哟，这是要哪读啊？汉字。英俊啊，英俊英格啦，我较常讲英格啦，英俊我是毋捌安尼讲英俊英时英俊英格落去拍算就是永顺捷运站咧拆票的所在，毋过拆票你知无？拆票就是较早票是你买好一张票啊，你要上车的时阵拆，伊会甲即个车长还是司机的拆开，一半留伫车顶，一半司机摕留的，啊一半互你做证明，就是讲你有买票一个贴票OK， 答对。落去讲新闻伫因行到路尾，看见有倒一节电梯嘛落去拍算就是要往永顺即个捷运站要贴票的所在毋过电梯卡互规大片的空距离空距离啦毋过电梯卡互规大片的空距离更均就是更条啦甲砖仔角杂条行袂入去。光头徛伫电梯上顶悬。等两撇喙手也行到位，两人做伙，甲边仔电表箱拍开，两人两支锁匙同齐插落去，随听见电梯骹咚一声，同时搁一扇暗门伫下骹。暗门内底爱行的路平新婚所想的搁较长，全是楼梯。拄则伫迄条地下通路，若像犹听有外口下方咧下大雨的声，即阵听无落雨声，毋过水的气味是哪来哪到，一个声细刷，一个声细刷自楼梯下骹传过来。是刷啦，一个声是刷就真歹好音。自楼梯下骹传过来，规个空间也倒咧摇转一分钟了后，因行到捷运站的入口，
一港风为月台的即个方向吹过来，身份甲分铃拢闻到迄风中有透蓝烟火的气味。毋知伫即个所在，它有即款香气。目睭凿一下，这个凿一下就变哪拍？凿是开凿哈，挖掘开凿一直凿。擦，甘字典是收做擦、错、擦甲错。哦，所以是安那，目睭擦一个哦。无张伫头前一拍手电的光照对身份的面，吼，对擦是擦一个，毋对啦，吼，目睭擦一个。昨昏有讲两个人客，光头甲迄个拍面掠手电的人，三少问一个。哦，昨昏有讲啦，吼，两个人客，就是昨昏就有交代啊，讲有两个人客。规定人就倒伊行去五北迄边的月台吼，2节接运车厢伫遐，后尾迄节拍算是好门的车厢，内底椅仔拆起来，人用头前2支低高架的即个手车啊，甲站帮吼，甲即个茶箱运上车，低高架2支低高架的手车啊，吼。就是迄即个手车有2支手环啦，吼。头前2支低高架的手车，哦，毋是，是会当拄站帮用的，就是即嘛，迄个叫啥堆高机啦，吼，华语叫堆高机吼，堆高啊，台语讲低高啊，就堆高嘛吼，啊，台语就讲低高啊。电脑较有迄个低高架的意思啦吼，所以就是即个堆高机的头前迄2支签嘛吼，人用头前2支低高架的手车啊，甲站帮甲茶箱运上车吼，站帮就是低高啊咧插迄个下底迄个帮啊吼，无算一道啦，应该规组啦吼。好，箱仔看到空空，想来淡水市有影无出产什物商品值得即个科落回社运输。头前迄只车厢中间，互一片铁板隔做2半，后壁的空间人是徛甲叉吼。这是足台语的用法啦吼，人徛甲叉。这若要找书店敢找有，我毋知我发音对无吼，因为我嘛少安尼讲吼，但是我知影，捌听讲吼。好，找台语有收叉。应该读对啦，我变调应该读对叉吼。就是 crowded 吼，非常的挤吼。
人是徛头前，我读到倒位哦？头前迄只车厢中间吼，互一片铁板隔做两半，后壁的空间人是徛甲吵。因逐个拢寒甲大包细包，排啊吼，敢若老大人甲囡仔有位通坐。新婚甲婚龄行经过的时，听见内底讲话声，饲母饲出吼。若像咧讨论是安怎联邦党的人甲新婚，因会当坐伫头前迄半的空间，两撇喙手讲运转席迄边有位会当互新婚去倒，要带因行过去的时，煞互一个拍面的查某人挡落来。负面吼，我是读过拍面吼，我看卖是毋是安尼读。拍面，负面，负是安怎讲？答复的复了啊。后面吼，歹势但你毋是找台语内底有一个2016台语写后面啦吼，是毋是要读后面？我嘛无介清楚，应该是啦。后面就是面看起来吼。后面安尼，我来用后面来词感词后面第7条。福第8条，面第7条。无，我用 wildcard 一个面字看有无？蒙头盖面。哦，一大堆哦，面大渣，后面啊吼，在读后面。一个后面的查某人甲挡落来，物件家己搬入去，莫和别人的行李放做伙。迄个后面的查某人手臂运转式吼，外口的站邦顶面有几若颗乌色的五金箱吼，应该是堆五金的箱啊啦吼。乌色五金箱，参后壁迄只车厢的插箱无共吼。新婚头拄仔有看见是联邦党人转来的。纽亚，这是要怎读啊？吼，这可能人名款吼。你太会叫人去摕物件呢？顶摆毋是有一个阿弟啊，专咧替阮搬行李，足酷无做啊！吼，迄个查某人甲两撇喙手变着，迄个查某人含即个两撇喙手两个人变着了吼，变悬了吼，挡伫车厢的门头前吼，爱因一个人先去摸一箱物件，才上车。新婚闻着伊身躯顶有头拄仔落楼梯的是迄款烟火气味。顶摆伊听着恁的箱仔内底拢有咧吼的声，箱仔内底有人咧吼。新婚搁，即个是要哪读啦？我连查都袂晓查。即个目二边吼。目睭迄个目二边，啊边啊三撇，三抓啦，要安怎讲三撇吼，右上左下吼，安尼一撇两撇三撇，即个是要哪读啦？我连查都毋知要哪查。新婚个啊好，我不要讲吼，啊对，我会使 copy 吼，我来 copy 者。
copy。虽然这是 PDF， 我会使 copy。甘字典来甲抄一下吼，这样深的字，无吼，这样深的字深甲甘字典无收。哦，我这只离这个消防队介近哦，声就大声。好啦，身份目睭搁按怎一个啦吼，看伫对听着讲箱仔内底有人咧喊吼，伊在想一个，偷看一个。偷看一下，你讲安怎读？闪啊，闪哦。音感对，音对。哎，我确定一下。空实进步啦，嘿啦，对啦，空实进步。我这只个。闪才对，闪才对，我用拄则闪掉无掉。闪吼，闪。偷看叫做闪。叫做闪，后来我查者，啊，你对对找的，你遐厉害。教育部遐找着。哦，安尼哦，哦，好啦，好啦，贵国的教育部吼，我来就安尼用。OK， 闪。我看卖闪。代理大书店的闪，偷看、偷摕叫做闪吼。代理大书店用汉字是即个前瞻后顾迄个瞻吼，闪偷看、偷摕吼。偷闪人的厝内吼，甲伊闪一撮啦，这是偷摕啦吼。偷闪人的厝内是偷看嘛吼。甲伊闪一撮来是偷摕啦吼，切一部分叫做肉闪一道吼。OK， 好，感谢吼，感谢爸比我你影看无。啊，伊安尼写伫个即个小说内底，到底是几个人来去献教育部的历史典啊？就算要献，我嘛毋知要哪献，除了 copy and paste 以外，字我都袂晓写。好。箱仔内底有人咧喊，身份搁闪一个，遐隆重五骹乌色五金箱，即字是要搁哪读？古早诶顾边仔徛新兵，我看来我着爱甲教育部诶历史典掀开，放伫咧边仔。安尼吼，我开一下教育部的历史典。教育部台语字典哟。台湾台语常用词典。好，再来 copy。等下我先把这个 bookmark 起来。bookmark。好，加入。校车。叫做歌吼，依靠凭借某种方式来达到目的哈，叫做歌哈，贵国的国语哈，是安尼读的哈。依靠凭借某种方式来达到目的，叫做歌。敢是高正迄个高，但是伊一般是读高啊高正，还是高正，对，高正。
OK， 所以啊，伫即只呢，孤看都有感觉，迄是甲孤看，含即个鬼说完全无关系啊。好啦 ，OK， 孤看就感觉迄个箱啊，迄箱啊，重怪怪吼，重快快吼，无大飘头，还是结牵啊，甲牵啊啦，歹势吼，甲牵啊。诶、无大飘头，还是甲牵啊吼，牵啊这我就知啦，牵啊伫大理大书店有收啦吼，就是 tag 就是牵啊吼。KHANA KHANA 看呐，我记得我是伫大理大书店看到的啊，哪会无看？OK， 不要紧，不要紧，找一下 KHANA。牵呐，大理新书书有收牵呐，大理大书店无。大理新书书的牵呐。伊敢若用即个日语的迄个鬼说吼，好杂，我只好来现日文书店。尼福达就是 label tag 吼，尼福达 ，OK， 看那了吼 ，tag 也就是 label 吼，无大飘头，还是甲牵啊？毋知内面是堆啥货，真足听，若像真正有一个声窸窸，为迄个方向传过来。无定迄是运转式的机械，就会记得隔开进前做接运，袂听见迄款声。有人咧吼的声，分明身躯尖一个征战的战吼，战斗的战，拄则战闷嘛，尖闷嘛，即嘛是要安怎按读？我只好搁请教育部来甲咱替咱开听一下吼。准
准啦哈，歹势啦哈，原来是准哈。云林身躯准一下哈，有人咧吼的声哈，云林身躯就准一下哈。红耳仔的声，如果讲恁的箱仔内底有排面啊，查某人游完手插又搁不要读啊，胳膊的胳啦哈。它做过的空，叉过哦，右手即个叉过哦，叉过就是叉腰，手背向外弯曲，手掌做扶腰的动作，叫做叉过啊。叉过，叉过，你看，叉过，这样标，像这样标准，叉过。我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吼，这就是有资源甲无资源的差别吼。这就是恁的国语的这个社金吼，伫遮发挥作用甲无发挥作用差别伫遮吼。较早呢，中华民国做一个真做一个外省政府吼。较早这个毋莫讲较早，即嘛阁是吼，整个这个。社金吼，国家有算吼，用伫咧外省的部分是较侪啦吼。我讲较侪，恁会当理解无？侪到啥物程度，你知无？我嘛莫讲哦。插过，我要查插过。CHHAH。KO C CHHAHKOH OK。CHHAH插过，插过，汉字是含教部用相像啦吼，叫做插过。大理大书店吼，手尾会过下人加添布料，手腕会过下人吧。哇，这个四万啊，这汉字我嘛是拢袂晓读。双手插伫过下人吼。双手插伫腰，吼，拢叫做插过，吼。插过甲伊扶起来，吼，手插过伫演算，吼，这是例句。我看下时间，超过1分钟啊。红影的声，如果讲恁的箱仔内底有歹物啊，查某人游完手插过，咧等身份因行去搬物件。顶解别人嘛讲因有听着怪声，无想要挖棍，若无恁着甲箱仔拍开，阮影一下嘛。联邦的物件，我阁袂晓读啊。口渴，或者是喝彩，迄个喝吼，无边啊，迄个口里边的吼，他说何必何须吼，或者是哪反问语表示疑问吼，使对吼，所以就遮讲，联邦的物件会当随在你开吼，两撇水手。挖头叫身份甲份名，一人一骹啦，上车叫一人挂一骹上车就对了吼。讲了两撇喙手，家己先挖去车厢门口，身份先丢一个，则丢一个，则做一开，
甲五金箱仔关起来，箱仔正冰，袂输规身躯的温度，拢会倒咧降几若度。那伊的气擦也会作用，毋知这是好结雕还是歹结雕。好，咱读到遮吼，拄好去遐读煞吼，15页啦吼，拢总46页尔吼，咱读15页吼，就是读1/3啦吼，这篇小说读1/3。好来，我看一下你的笔记吼，准文。或是准文吼，马文写吼，遭受丝毫损害，常常用伫咧否定句型，在乎在意吼，叫做准文。准文哦 ，OK， 准文 ，OK， 准文，好，认吧吼，所以我袂晓用即个教育部的即个字词典吼，我失去足侪学新词的机会吼，认吧吼。原来是日语烟吧，吼，相关的吼是安尼读。交心吼，交心，咧拄则讲者吼，交心背白吼，气擦吼，咧讲，感觉无爽快，不舒服啦吼，即领衫穿着足擦的，哦，然后呼足大声，低高机啊，吼，对高机啦吼，闪，用偷看。空隙进步，味吼，另外一字味，目字边3位啦吼，所以这个会当我来读对味吼，香味，高，师傅吼，失高，高正吼，我拄则讲是高正啦，巴黎写是高正，但是这只高。敢若毋是即个意思，毋知啥物意思吼。好，芭比已经落跑啊。好，咱来，搁伫个哈 ，OK， 好，然后较欢迎啦吼。玉文，马文玉文，恁好吼 ，Sylvia， 这边读 Heisenberg 吼，好，感谢是吼，晋赏吼，是读晋嘛晋赏，嘿。好，感谢吼，我要来开房，咱明仔载再搁继续读吼，感谢开房。
嗯